清明節掃墓嘅時候，做好以下呢幾點好重要，記得留意。着裝方面，特別係女仔，唔好着啲吊帶衫，唔能夠着條短裙，因為呢啲係不敬嘅。你試諗下，你去裝香嘅時候，你着件吊帶衫會係一個咩嘅狀況？去行清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去跨過其他左鄰右舍嘅墳頭，所謂叫胯下之辱。其實對人哋唔好，對你自己亦都唔好。行清嘅時候，通常個個都會去燒一啲衣紙俾啲祖先，衣紙包括金銀啦、冥錢啦，同埋其他嘅衣寶。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，你哋接嘅金銀千祈唔能夠屈角，因為屈角嘅金銀呢係燒俾大神，唔係燒俾祖先嘅。祖先係受唔到呢啲金銀，就算你燒多都冇用。你哋要考慮一個問題就係話，你哋點解要燒咁多嘢俾佢？理由就係話生活水平高咗啦，你都要同佢充值嘅。而家你唔燒錢俾佢，佢喺下邊生活唔好嘅話，點有機會保佑到你呢？仲有一樣嘢，你哋有冇用過一種叫做附薦包嘅嘢？就等同於你唔寫附薦包，唔寫明你嘅地址同埋你哋嘅祖先嘅姓氏，燒咗嘅四面八方嘅朋友都可以伸手嚟攞。咁你啲祖先點可以收到嗰啲錢銀呢？記得燒個附薦包，呢個好重要嘅。如果你唔燒嘅話，可能你燒多，四面八方嘅鄰居伸手攞咗，你祖先收唔到你嘅充值錢。你唔好怪佢唔保佑你喎，所以你哋要注意，記得燒個附薦包俾佢哋。選擇自己合適嘅數字能量號碼，八字數理解釋，隨時諮詢毅哥幫你睇睇。